很多给5星级饭店做过总厨师。7分真厉害啦，7分，这种很谦虚的一定很厉害。所以刚才谁说我们只会泡茶？你们小心。是。我然后对面又总共带了30颗板粽。我们以量取胜。对啊，我们的饼干应该带蛮多的吧？我刚才用开推。好，来看它。2个面面相觑是，果然是有在。有一些人他如果长得太甜美了，也可以在身上绑一些橡皮筋。哎，那个是长颈族。2个这样子切，好疗愈哈。真的。哇，有冬粉有加弹簧呢。其迄迄管，其迄阿太迄是迄管食盐，阿公爱食就是便宜强牛诶，爽来台北当中。啊，那只牛现在在。你某在牛腩台，你在茶米台。那个是该巷子闯的哈。今天是素菜。一副茶水，天乾坤，日头彩色表秀阳，俺好事，俺个好事，俺好事，俺个好事。好诶啦！你这么老的病，有没有可能会痒哦？没黑了，你靠的就不是厨艺，也不是颜值啊！你干嘛把我后面那个讲？因为今天那就差好些啦。系啊，我啷讲啊？你风水参水咋10分的厉害，俺就好好老太下小姐。其实เรา两组都同腔，俺俩风水呢加到同腔哦，加到已经连登记下嘅，那个东方美人茶，咪叫碰风茶，得到7等奖。哇，中上不厉害。超级厉害的。我今天哦，日家之主啦，系主持嘅节目，咩差劲哦，所以我们这边非常厉害啊，我等级咯，今天就靠一个咧客家嘅餐馆炒的菜啊，韩国今天唐公就带来嘛个米血哦，客家菜通通难不倒。好，先来分享到你阿谢林师傅，大家好，阿谢林。可爱教主，璇是不是已经越来越像那种傻哭大的感觉？又强了，樱花妹，很像樱花妹耶。你看你小老人家了，又哦，咋个了？欢迎到我们的颜值代表林许吉林师傅，大家好，恭喜！好，马上来分享到你风吹惨水炸家的係來自桃園龍潭嘅表兄妹，分享到廖俊柔以及鍾佩玲。大家好，稍後來看一下白欠了除咗咱隨係來自台北溫山嘅兩公婆，佢哋係范慶雄、翁兆榮。大家好。哇，人家很安又尽心了哈。哦，而且给用啥很有夫妻脸呢。就是夫妻，又巧。我跟你说，刚刚头前没有讲到嘛，你风吹惨水炸同厉害，一個碰風茶鐵等獎哎，鐵等獎就是第1名咯。鐵等獎是第1名。太厲害了吧？你7家中嗎？7家中，7家做。哇，天一台唔係吧？天一台。他今日唐公有帶來了一個蜜香紅茶的餅乾，我們睇下吃這個來嘛。好了，請開箱。哇，那冉然是皮都香味嘞。cái地步還有霧嗎？咩梗冇霧啊，梗係風差，係風差。俊龍哥懂厲害，之前很多給5星級飯店做過總廚師。特別讀書家他是讀餐飲科啦，第一傳堂差不多做半年。哇，我剛才做董舅哎，7分真厲害啦，7分。這種很謙虛的一定很厲害。所以剛才誰說我們只會泡茶？你們小心。你不退養嘞？一定會養的嘛，對啊。那不記得阿比安台哦。佩玲也是讀給餐飲科的嗎？唔係捱係統計，他會幫我們統計分數。哦，走在。人家都讓他做給散服跟有 TPM 嘛該。你係桃園青農聯誼會，這是制服啦，制服。好，今天帶着一種必勝的決心來吧。對，給我這個隊長有多大信心，你知道嗎？啊，你有聽到藍隊在深吸一口氣嗎？我們不用贏太多，多就好。讓2分是吧？2分。俊榮哦，雖然係5星級，不過係不勉強的台中廚師，我們是七家開館，他是老闆。老闆吶，會要求改哦，但我們自己開客家小館，對不對？對，有沒有信心？有信心，一定贏對方。哇，贏對方哦！跟你媽媽。今日帶你買個好學本，大家分享呀。也係板粽，一定是要自己做的才能拿來分享。也算7家做啊。來，給大家看。哦。又做下特色的地方，本大家品嘗一下。哦。也很傳統的。凍 Q 哎。客家板粽。春米做啊，不加粉。有那種小米就客家米。來讓你講。
因为那是客家料理的节目，你做的还是创的。我是特色。我老见面又总共带了30颗板粽。我们以量取胜的。我们的饼干应该带蛮多的吧？我刚带用太推。我们现场包，要几斤送他几斤。好，待会呢，Andy 先来暖身一下哈，先来进行体育馆嘅 PK 咯。向前来挑战。第一关考验两嘴对食材嘅认识，还有对客家文化嘅了解。唔但唱要动脑筋，还要比反应，两片变素养，选来乜人较厉害？请出击嘅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咯！一家自主全面性别的性格单元按到向前来挑战，就本大家暖身一下咧啊！我做嘛介搞咧，看到爱老民主哦，东岸有一只8宫格，当中有8只题目哦。哎，每一只题目吼代表吼系任务啦，或者是不同的挑战。假使吼等下就让答错，咁样就做咧得到1分。剪刀石头布，恁定来搞。冇错，啊，不过你也一关地度啊，唔但唱喺考验你参水早哦，没有考验你的种朴实。哎呦，有蛮人讲呢，睇下吼两组啊，风吹到南吹答对嘅一个题数加起来呢，就等于讲等下种朴实做得对啊，前辈嘅食材地图，托几多方食材，等下呢我来编出1出料理，你们做得编2出3出就青菜呢哦。答对1题的话，哈，比如说1烘哦，你就可能要做什么拔丝地瓜啊之类的哈。空挑酸蛋糕啊，我们大家都共体时间一下。走，大家怎么搞咧？来到民主线剪刀石头布，蓝锤线来。大厨的秘密。哎呦，是你老公的秘密吗？来看到大厨的秘密，烹饪时调味，黑讲调咸的话，而表现哪一种的调味料无法平衡咸度 ？A 柠檬。哎呦，很确定哎。确定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柠檬的酸啊，这个酸啊，做得去调节个咸度。嘿，魔法图哦，没办法哦。那还是柠檬好了。哎呦，还是柠檬哦。到底正确的答案是 B 果糖。皮糖，你要避讳毒哦，因为高钠高盐，所以如果你又加入了更多的高汤，只会更咸。所以咪建议大家假使你煮食的时间，莫成日调咸的时间，做啲用到有蒜啊，用到有汤啊，譬如讲咧砂糖、番茄酱、柠檬、梅子，你都有东西做啲平衡一下自己煮菜不小心放太多盐的这种后果。啊，原来黑暗哟。不是哦，真的不用皮糖，因为皮糖不然就咸的啦。黑啦。OK， 小试身手，小试身手，不要太严肃看待它，我们体验好不好？我们接下来看红队，可能会选哪一题嘞？大家来清茶。好，清茶给最厉害啊！你找谁的茶？找自己的茶。我找蓝队的茶，我就真的要帮蓝队说说话了。好，来看茶。请问一下，抹茶老绿茶嘅差别系乜嘅？哦，这个他专业的。黑啦。A 系茶味嘅品质 ，B 系资产无共用哦，制作嘅长期。第3个是种嘅蔬菜无共用。资产无共用。确定。简简单单。这个答错的话是会身败名裂的。我就这一排的不会做茶嘞。哎呦，哇，讲这句有很非常确定。你有你的原因吗？就真给黑暗。因为抹茶是加工的，用茶做饭。哦，好，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 B 制成工序。你要跟你直接是忘记介绍。嘿啦，你知道大家分享一下，有哪种凤靴来做绿茶，哪种凤靴来做抹茶嘞？应该讲抹茶是绿茶的加工品。茶，哎，绿茶它的鲜茶版，绿茶没发酵、炒和焙燥，没成粉是变成抹茶。哎，他们用的叶子都是一样的，但是绿茶是用够粉来炒，然后抹茶呢是用醋叶，用醋叶。还有它的，因为刚刚讲说它是加工的，它要磨成粉，它才像抹茶一样。那黑公加个儿茶素的话，哪个较高啊？两茶差不多。差不多啊。抹茶可能要固定的，因为它磨成粉的。哦，较好吸收。较好吸收，湿度会顺的。哎呦，咖啡因会较高啊。较高。好了，恭喜一下风水得到1分。耶！选自己的专业真的是。我们刚才有说过，我们只要赢2分就好了。哦，2分而已哦，只能2分。现在先赢1分了。蓝水加油！蓝水。还没选哪一题呢？猪肉摊的隐藏版，来，到底是什么呢？用猪苗油包的嘅食材，过后落去泡，係味道嘛干呢
A 口感要较软嫩 ，B 表皮要较酥酥脆脆 ，C 黑本低度的水分就得排出了。B 哦，很确定，是不是？回答都确是定。非常肯定。盛雄哥要不要来表达一下这个想法？我尊重我太太的意见。所以你们想的是，嘿嘿嘿，B。对呀，跟煮面有会吗？噶？系啊。其中迄个主干啊，嘅主干啊，个主野味啊，哦，个嘛个主那边的油，内脏脂肪。就要连接他们那个地方的那个油。哦。你看雪玲姐很紧张。对，学姐忍住，表情，忍住，你忍住，你忍住，这是你的专业，我知道。我知道，你忍住，你先忍住。蓝锤下好离手吗？口听系 B 吗？嘿 B。好，确定吼。好。正确嘅答案係 A 温度，口感很下滑嫩。刚才就讲到煮明酒哦，就是到内脏外面的那一层膜的油啦。其实跟内脏脂肪系就都有相像。那我给味道嘛，改咧就包裹食材，不给水分它不会流失之外呢，重点就是要让它口感更滑嫩。而至于 B 这个表皮更酥脆，是跟油温有关，而不是跟猪网油本身有关。哦，原来这样呢哦。哎呀，油温越高，经过给表皮会哈哈酥脆。哦。对啦，没有写到油温啊，不是你的问题。对啦，哎呀，拍摄啦。不过他们也只会得2分，不用紧张。那怎样代表他们只能选2道菜？你说我们蓝水尬油，好，来看一下风水。我们先那个以防万一。哎呦，哇，这个蚂蚁丝啊，哦。对啊，让蚂蚁捏共苦呢又是有关哦。不管了，反正他最会计算，他一定知道，他会计的。哎呦，请问那个生活用品做得有效的防治也嘅眼光 ？A 係口紅膠 ，B 做奶奶 ，C 係眼筆。B 2个面面相觑是。做奶奶吗？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弹哦？弹蚂蚁？有听过。哦，你听哪里说的？我之前在餐厅工作的时候，就是听蚂蚁说的。调味罐上面都会绑橡皮筋。可是调味罐绑橡皮筋，眼配以 V 靠后准哦。也有可能是防蟑螂吗？就是糖罐那些，还有好像比较有听过。糖好，蓝队也是这样的想法吗？对。哎呦，真的，那我就大开眼界啊！好，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係2个这样子切，好疗愈哈！真的。按家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做哦。系哦，就从管认冲哈。要把握时间，要把握时间。对，一边做一边塑形。蓝队也是这样的想法吗？对。哎呦，真的，那我就大开眼界啊！好，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係恭喜 B 橡皮筋。真勁哦！該行好佩林講的番茄毛唔錯，就係因為橡皮筋該地北毒的成分有硫，所以硫的這氣味哦，會讓野共凍僵，所以可以趕走螞蟻。所以我們平常時在廚房裡面的一些糖罐啊，都可以綁上橡皮筋，這樣子螞蟻就不會進去嘍。很聰明哦！哇，我沒有想到哎。果然是有在廚房工作過。有一些人像如果長得太甜美的，也可以在身上綁一些橡皮筋。那個是長頸族。哦，撒哈來看一下，藍錘搶先啫。你覺得哪個最？白雪公主的最愛。你就是白雪公主，對不對？而且她皮膚很白皙。好，來看一下。哪一種菱角加個糖分較少？第一個係黃菱角 ，B 係粉菱角 ，C 係強菱角。C 就是選哪一家好算嘛，對不對？主要來講是不是這個意思？黃蘋果你有吃過？黃色的啊，有啊。黃色的菱角。主要就是3種顏色，黃色、紅色到青色嘛，應該寫的係青色。青蘋果應該。原因是因為青色啦，黑色吧，黑色。哦，好啦，到底答案係乜嘅咧？看一下，正確嘅答案係 C 青蘋果。青蘋果其實對身體真緊動好，除了嘅糖分啊、小以外，它最豐富就係它的維他命 A， 主要可以幫助你的肌膚啊，太乾燥的話，它保持水潤。啊，剛才就講了黃色嘅菱角呢，它就是主要抗氧化、營養素還有維生素的 C 的來源。所以，假使現代人啊，看手機啊，也係用目注啊，用眼過度的因走，再多多的攝取。而紅蘋果它含有更多的酚類跟鐵質喲。好，耶，藍錘得到一分。最關於
第3題咯，風吹秀嘅前那題。長長久久。冇問題。長長久久來看下。哦，倆就係染蔥啦。這個撒哈來哦，咪拄到人家節就按照中秋節嘛，所以大家做啲什麼款呀？假使冇買到染蔥的時間用，假使了自家來做，但是這種染蔥沒有平點嘅一種肉質肉條哦，是在我們絞肉當中做的摻掉的甜粉，然後裝到特製的保特瓶當中，用一隻筷兒哦，然後去咚落去，像灌香腸一樣，然後擠出一條適量的大小，就是待會的遊戲規則。好，咁有時間限制啊嘛，咁冇呢？這就30秒時間，可以做出2記完整嘅肉條，好不好？哦，所以只能夠有一個人。對，只有一個人可以做。等下就有隻筷兒哦，又看到你嘅風險，按咚落去嘅牛肉一定會超過你嘅風險哦。然後最後評判的標準是，等下總得看到筷兒嘅色哦。然後還有那幾類魚還有3秒鐘肉唔會跌落去，這樣就可以代表通過，對不對？你準備好了，我們再計時開始。好，我可以了。計時搶開始。好，提一記，哎呦，按夾了。哦，原來是這樣做。係哦，又從管認抽哈。哎，要把握時間。要把握時間。對，一邊做一邊塑形。哎呦，它中間太瘦了，它都跟我腰一樣窄。您可多，您可多。塑形，總可以看到筷兒哦。然後不用再。等一下再檢查。不用涮，不用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。推好了，推匀來，推匀來。好，收聽下來，你那個基本師傅來檢查一下，來。好神奇哦，我看沒做安全做哎。我們2個人一人。不要試吃哦。哎，不要打架哦。走得嗎？哎，好厲害哎，好厲害，可以哎。走得嗎？可以哎。按娘酸勾管嗎？勾管哎。 Yes。來。剛好只差2分。咩局散2分就好？不是啊，是贏2分吶。哦，贏2分。贏2分。總得要贏。黑啦。因為我們藍隊要急起直追了。藍隊加油，代表台北文山區的榮耀。金寶。哇，沒問題。我天就錯嘞。冇問題。哦，又是一個手作題。兩個鳥之後呢，就是要派出一個代表，都1分鐘低度，就得包出5粒標準嘅金元寶，而且哦，也給好1米哦，做我們的藍頭咯。哦。好，撒哈來寫令阿姐讓大家分享一下，注意的事項。做餛飩啊，哈，凍簡單，對汁過後，哎，你嚟旁邊係咪有鹽到？卵啊轉來做一隻金元寶，凍簡單。好，1分鐘5隻哦，1分鐘5隻，藍隊各9個位。我覺得啊，亞現場一定係秀榮姐最會包了，因為你想看，給包過最高一定比我們現場每個人都多。佢家下包嘅板種嚟咯，你講，1點鐘包100斤哦。所以秀榮姐，你等下想包幾顆就包幾多顆，但一個重點，肉不要被師傅看到，好，盡量不用爆線。鳳皮要完整，不能破掉，然後保持優雅就總得。好，比你漂亮。那很難哦。那太簡單了。好，準備好嗎？好。 3、2、1，計時開始。好，5隻就好了哦。好，1分鐘放5隻。來統計學來說，一個平均是幾秒12.5秒。哇，12秒啦，12秒，對不起，我緊張。很好，很好。好，而家就不用好咧，飲好咧。至少我看得出係經驗薄啦。對，加油加油加油！現在才2個，有一點 delay，我們每過12秒可以跟我們說一下。啊，30秒狗貼呀！速度有點慢哦。加速哦。不用求漂亮，不用求漂亮，你就把它對折就好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有在加速嘍。好，秀榮姐加油！你再對折，再2個就好了，再2個就好了。現在幾秒了？還有15秒。加油加油！可以，有 ，you give，有挑戰，所以你不要鬆懈。對，你不要鬆懈，最後一個你沒有時間了，所以你要加油。加油！加油！8、粘7，穩穩的粘上去，再把它轉過來。粘3、粘2、1，熄電，走！哇啊！感覺手捏3秒鐘就發電燈。我為什麼幫你們那麼緊張呢？哎，那個手不要抖，我們先喝口水。我們下面有沒有提供水？可以。來，沒有問題啊。我們送入那個 ISO 檢驗一下。對，這可以了，這可以。因為主要就鳳係我感覺完全。招財進寶了，可以嗎？可以。好，恭喜！最後一題，風吹耶哈。張瑜哥的秘密，你覺得是什麼？
你猜章鱼哥住哪里？会丢度。章鱼哥的秘密。好，来看一下题目係乜嘅？就佢係即係遲遲用嘅腳嘅時節啦，加嘅洗盤啦吼。P 嘛該來洗會洗到較香 ，A 可樂，B 麵粉，C 係茶糖。就記得那個甜鹹蛋的吧？有你用茶來洗用的哦。麵粉，你們自己會用茶來洗海鮮嗎？不會，這樣子去腥會不會？麵粉不是一般都會洗個竹蟲？係啊，因為特別啲傳統洗那個鵝啊，其實師傅又高，用太白粉都得洗下去。哦，沒係用太白粉，但是太白粉然後麵粉強用嗎？一樣都是粉。強落係粉啊。好，高筋、中筋、低筋就差嗎？你睇那個中筋要下去啊。哦，看下正確嘅答案係恭喜 B 麵粉。今天師傅有福氣嘅呢。係啊。叫我題啊，風吹得到嘅4題，冷吹得到2題，總共有6題，恭喜！恭喜恭喜！好。哇，6菜1湯了啦，雪玲姐，來看一下。我們看一下，我想選嘛，一個招財進寶也可以選。这个也可以选啊。沒有啊，沒有啊。你選我選嘛？甚至我們做這個，這個，甚至我們做這個。對啊。好啊。這個。好，泡菜。泡菜，你咩鹹菜有啲泡菜，你係凍粉。煮濕的還乾的？哎，這個煮濕的乾的。哎呦，這個乾的。啊，這個是螞蟻上樹。對，這個是。一個管莧蟲。管莧蟲，第一管莧蟲問實下。看就來。你睇錘頭，攞皮乾啦，咩錘頭啦？攞皮乾。這不就你帶來的嗎？6樣係嗎？嗯，6樣。你八菜乾啊，因為八菜乾你係下少煙曬，就南部下東煙曬，因為北部、中北部下少煙曬。嗯，好。它就幾紅，是不是太多了？沒想到沒料到那麼多哈。其實這個或這個都可以，2折1啊。對，飯罐。好，飯罐。好，剛剛有6紅色菜哦。嗰個師傅有上牌煮給我紅菜嘛用。時間只有3分鐘。啊，3分鐘啊？哦，跟等他做實動作還夾得誒。冇問題。到準備好發，師傅搶上菜嘍。師傅上菜了。哎呦，歡迎來翻呢，今天的主場呢，應該就係雪玲姐了啦。為什麼你知道嗎？什麼改版用過？因為有肉啊。對啊。韓國你食菜全部就係叫福台菜。對啊，要全部是它的大福菜色。係哦。哦。按煮個醋都按到用啊。按肚好啊。係啊。係啊。我講，那沙皮嗎？那做2樣哦。那一樣係做一張螞蟻上樹素食的哦。哦喲。係。啊，有啦有暗樣的嗎？一個福菜丸子，一個螞蟻上樹。好，現在做。先你要全部切油誒，你要煮了2樣誒切過蒜頭。甚至最會切的哈。哇，這2個這樣子切，好療癒哈。真的，我們節目當中的師傅感情全部懂後。係啊。雪玲姐哈，這孤身師兄這部戲該來過。去讀書時間愛做電視機嘅，去讀書甲爸爸媽媽做當然有熟食。係啊。哦。哎呀，個黃埔的皮有你哪會生嗎？做得沒做得冇。永遠是做個涼拌菜啊，就老那個皮挑它。是不是有像南瓜米粉，今天改成南瓜冬粉？你要片可以切挑。點它切細，挑它還有。哦。因為那個螞蟻上樹，佢個意思就是講食材要悠悠嘅，像那個椰果。我要胡椒粉跟好 OK 醬油，醬油。所以現在是在調味肉丸。這個肉丸子的調味是胡椒粉，胡椒粉撒多一點哦。肉這個調油，調油，顏色較強。有。哦。做得。要減下甜度。係啦，要減甜度，過一點點米酒。哪家係米酒？這邊應該出。啊，另外一道菜也是全部切末，然後愛抹餅粉呢，愛抹咖粉呢，特別係扎實對喂。哦，這出來個精細。嘿，這枸杞係很好學的。哎，你媽媽最愛的大豬落玉盤。等下那一鋪哈。哎，那一鋪其實用劍還好食的，用鋪醬油啊。哎，師傅你真嘅係手工肉圓呢哈。哇，我冬粉有加彈簧呢。對。其迄阿太也是迄關係嘅，阿公嗰時就是可以養牛誒，上來台北當中。啊，那隻牛現在在。用鋪醬油啊，
嘿，师傅啊，有真嘅係手工肉圓嘅吼。加條油冇加鹽度，係因為地盤要撲出嚟。係撲出油本身就有鹹，冇加強度，加強度降強鹹。哦。螞蟻上樹嘅配料哈，冬粉愛上每切，等下炒下去煎起來，變到兩盤變強下。哦。兩樣變強下，一樣係鹽呢，一樣係螞蟻上樹就凍襯托凍下醬。好。好，我哋做在邊可以先炸了。哇！可能一下就會熟咧哈。那用花椰菜乾等下小狗來下哈。我們開始用好的。大水罐啊。其實真的有點像獅子頭誒。個蒜頭泡高個凍香誒。凍香啊。所以今天我加蒜頭。給炸入啊。兩木炸香熟的話，兩又上身，我等下用cái煨一下就做得咧。兩蒜頭我先煸香。哦，按做不用辣，這位先煸一會比辣。係呐。有一些小米啊。不過這個哈對雪英姐來說其實不習慣，她用的鍋子都比這個10倍大。對啊，哎，差不多啦，沒有很大，就那種泡爐啊。又皮到花椰菜乾，又香出來，蒜頭又香出來，我滴一滴的頭油，嗆一下，哦，煸一滴的水落去，因為我落鹽呢，向下煨一下下。你煨過之後，佢唔會散吼。嘿，佢唔會散啦，加又炸定型呢，也唔會散呢。這個有沒有讓你感覺像回到家了？有哦，好香哦。有蓋子的，剛剛那個蓋子。小玲姐，每年一下吼，解下假使記得達到嘅題目唔係6天嘅時間哦，用假設咯，你哪一個會先捨去掉？我會先捨去花椰菜，因為這個配色的問題，我會考慮到配色的問題。蒸熱之後答對一題，你要選哪個？只能選一個的時候，蘿蔔乾。哦。炒辣椒啊，炒瓊英的下酒菜，炒菜呀。哦，下次惡意引導來賓好。或者是說不管答對幾題都要除以多少？因為我都知道答案，他只要選對，我就我都不知道答案。哦，我有先看的，因為我要分析那個。對啊，哎呀，還螞蟻上樹的部分呢？你螞蟻上樹的部分哈，啊吹不乾，你看我冰落一邊白皮又香了。cái蛋瓜切到幼幼的當中嘅蛋黃誒，鹹唔鹹？像金沙。金沙。你睇表皮又香哈，等到凍粉炒也一天好食。你按到香料落去一天都好食咧，真的很讚。凍粉又到先浸過水啦。浸過水，凍粉浸軟來。我這樣炒起來很漂亮誒。等下做一邊調油。這個調油下的蠻多的。對。但是螞蟻香我用加沙。千萬不要加皮糖。螞蟻上樹很愛凍稀飯變芹菜葉。哦。它芹菜末哈放豆哈，凍好食。芹菜其實都很乾。口感沒凍。那個蔥呢？蔥等一下，這邊還要放一點點鹽，給一點點顏色，它看一下。好嘞，你要做安尼做。凍 Q 哦。凍 Q 了。哇！混下兩樣哈，我等下就組合起來。哇，有冬粉有加彈簧呢。對。哇哦，像意大利麵咁樣。這是東方意大利麵，真的。切到焦焦係味道，叫做點綴。係叫點綴機。你睇做啲按，咩按到花好月圓呢？係嗎？它就可以風化，其實係辣椒啊。完美一下下，好。好，等會兒本下看一下哈。螞蟻上樹，福菜丸子，馬上就來送菜嘍。今日本是配嘅種菜，用食材，冰箱裡就有嘅食材，係啊，隨時都在拿嚟做。哦，好，來，用它來食，來，而且秀蓉姐都等不及咯，我先來學凍粉。哦，牛排很 Q 哦，那它吸飽那個有煨過有差。我哋都流口水啊！我哋都做唔到食飯，我諗我哋都講，我哋都凍鬆鬆。先用埋，做咗以後啦，我哋做法飯用清蒸啦。哦，你係
没有都是他体周供茶，就做在整个牛本长辈吃嘛。俊荣哥觉得嘞？那就你肉人哦，加你扑出来，提一白是，你紧炒啊，该扑出来香紧出来。没错。因为提一白安有口感，它一滴素。哇，跟它是枸杞，还有台卡是做动漫衣。而且我觉得刚刚加了那个调油，是就送色甜甜，它的咸味不会很重。没错。嘟嘟好。师傅真的很厉害，你会发现到真的等上低度油吗？色彩。加一点创意，实力再加一点创意，就做编出某个菜色。系啊，莫今面还系只比赛吼，跟下标签来分数，然后大家报告一下。我们很会预料哎。2线2分。红水呢压4分，蓝水压2分，小赢2分而已。啊，我最关迷馆决胜负喽！来金行最关迷馆的挑战。做下练功夫，请紧张嘅料理 PK 来了。两嘴爱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一出清沙皮嘅素路菜。上來萬人做嘅料理，本人食到會前面咯。實實準備好嘢嘅快嘢，依家自主準備好愛上菜了。來到最關迷館嘅挑戰呢，哈，真贏。今天呢會非常的有看頭，因為兩組呢都係一個有學過餐飲呢，一個呢有做過傳塔。係啊，都係用緊沙咯。都係用緊沙。先嚟看一下馮水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蜜香紅茶五花肉。哇！又用自己的茶專業，你看。這個小口小雞係，也這菜有嗎？豬肉，還有基本的調味料，還有你倆泡好的茶渣。哦，還有加一點的強脆，它特別的迄條豬肉哈，你前一步用泡好的茶湯先浸過，啊特別標到八角、胡椒粉一啲嘅調油，還有鹹香，一聽好食。啊，倆種脆迄地步下，迄個唔可以用剪啊，迄個你倆浸好，切只用錘啊切薄片白斬，溫調油酸甜，是真好食。哇，我肚子在叫是正常的嗎？是正常的，是正常的，是正常的，冇問題啦哈。冇問題。最關迷館嘅老太家講有信心冇？有。加油哦！加油，2分嘛哈。啊，2分。2分錯啦，2分。已經贏2分了，等一下就稍微那個嗆送一下。好，等一下咱除有厲害嚟剛剛講，今天他們的專業拿出來咧，今天我帶來一個菜色按度馬改，韓宋香魚片。哦喲，而且今天是拿出這個秘密武器。帶來冇窮用嘅食材，讓大家留小解一下。哦，鯛魚片，凍汽油，凍汽哈，切泡泡，先炸過，然後用醋，還有蒜頭，tomato醬，黏黏嘿。好，所以等下看你用啥表現哦。最美一款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加油！兩嘴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嚟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！搶開始了，啥開始？哇，太有看頭了！你睇片嘅用嘅，唔少食過用叉剪，而且重點是給它料豬肉給醬哎！啊，真的是大家來找茬，來找一下茬。不是講到找茬，我一定要先講一下。剛剛呢，給張老講，原來我們已經相識超過至少9年。你不可能9歲就認識他呢。我的第一部電視電影就是在他們茶廠拍的。又然摸然，真的，而且那個戀愛的那個一幕初吻就是真的，就是俊榮哥，不是，在那裡拍的。你為什麼要否認得那麼快，還臉紅成這個樣子？真的，還冇想到哎。你就是冇見到我哈？我只是有個好演員，我基本都認識。哦。開茶廠的我應該都認識。對。所以你們那個時候就開茶廠了。老人家喺茶工廠啦，留下來啊，特別係啲傳統做退伍了後是冇出去是條路啦，但是你不好做啊。不過你要凍就先咧，因為凍乾苦誒。冇河水生熱條啊。係生熱條。咁你用啥都結婚嘅嗎？嗌結婚咧，嗌妹妹係冇結婚。啊，妹妹有對象嗎？呀哈冇。呀哈是結婚嘅係嘛？今日限定單身。其實佢哋平常時是老愛附近啲咧茶廠嘅西啦，算錢的部分是拜到佢。我記得你們有人是做老師嗎？還是就是有在籌備做食農教育哦，對，就是一些小朋友他們，對對對，在籌備中。唔過我看俊榮嗰種講食妹妹呢，加工嘅用嘅。茶桶先來泡過嘅，係咪？係，全部其實不下嘅是誰有經過嚟，有經過用到8個。不過發音講到準啦，東方名人茶鐵等獎這是非常大的一種驕傲呢。可能也需要一點點運氣成分啦，因為比賽大家一茶米氣可能都差唔多咧。太謙虛了。我們等下爭高州進來啊！哈。OK。好。來到咱處理下片。
这才是他们的主战场。哎，你梁上用办你确认哦？媒妁之言，相亲。哦，一见钟情。对，一见钟情。那还有咧做嘛个上讲，哎，做在咧强下可以串烫啊。差不多我 Q 妹啊，佢迄攀作的，佢冇经验啊。然后我有起来阿日家的关系，让我 Q 妹带母亲染，我就说去天数，所以我从小就是在玩大的这样子，边看边学，边看边学，所以对俩是心有心机，所以没冇学过啦，是迄看见我们做是看是按样做起来的。咱盛雄哥你赚到了。伊家下讲哦，记得可以串烫哦，都推杯哦。你说那个叫你是第二，没有人敢说第一了。哇，招牌菜，招牌菜啊，哎，客家草莓粉，客家小炒。哦，啊，你都有关心音吗？诶，我迄关心音啊，基本迄关，基迄阿太也是迄关心音，阿公安时就是牵一条牛诶，上来台北港中。啊，那只牛现在在天上了。所以基丢的川汤地博啊，还有一种哦叫仙草鸡，也是他们的招牌菜。对。我俩下吹休嘞，摸嘞。也哈是另外的，嗰只梨啊哈，做老人供餐。那边的礼上的里面很有福气耶。都有食咯，啊，今日带来俩糖醋鱼，让大家分享一下你哋嘅做法好冇？啊，你就是尽量配合龙应该吃法啦。因为那个糖醋肉的话很软，口也很软，所以我俩还是尽量用的，就是含摸骨头，就用俩鲷鱼啊，摸骨头，适合老人家吃。你家都有做阿公阿婆吗？有嘞啦。哇，我过来享福嘞。对啊，按跳上的阿公阿婆，我们等下过多做了。好，我们要先冒汗。不要最香蜜耶。俊勇哥是，啊，两个柜台了猪肉啊，不要改一些嘞。因为小而巧，一定冇按多。哦，小而巧。或这些东西利用配合。法式摆盘。法式摆盘。OK， 按用阿迪嘞。今天呢，可以趁这一集这么会做菜，真有吗？挑甜的嘛？你嘛该星座呀？天平，外貌主义哦。天秤座听说是最适合当老婆的星座。黑又阳。哦，我昨天在 IG 看到的。哦。真的。他也没有女友。我狮子 OK 吗？做菜没办法思考啊。我被打枪了。那个声音该像是宠的哈。今天是素菜。佩玲有没有突然很钦佩自己？那你不要对，你不要抖嘟嘟哦。好像还蛮厉害的。天平，外貌主义哦。天秤座听说是最适合当老婆的星座。黑又阳。哦，我昨天在 IG 看到的。哦。真的。他也没有女友。我狮子 OK 吗？做菜没办法思考啊。我被打枪了，那个茶熊出来耶。所以你都会用叉走哪种的料理呢？好香哦。一开始的饼干啊，还有俩扇片油啊。其实叉糊啊，所以一般我们都刨成叉筒，也用叉炸。哦，叫热水下烧啦。叉热水是煮汤下汤。鸡汤，鸡汤。我们这边有品茶师，刚刚已经先品过一轮。茶精嘛。铁定这对茶有了解吗？冇当了解啦，我对面有买茶，我逐摆去配茶，那香气就配有果仁啊俩真的。懂香啊，都喜欢那个味道。做茶饮皮肤都懂讲，批茶饮的嘿。系冇？当然批关的讲还有个只要皮黑讲有配茶个香气很舒服。你是天天闻到，你就会觉得那个香气。那这样讲醇汤很被祝福哎，不会只有油烟味啊。对。对不？今天有茶米也有。系啊。但油烟味也可以飘到对面那个陪茶的。我忘记还好啦，木兰那才不会动油烟。等一下，这个一定要讲一下。你看他排得多整齐，他都按火快。天平，他追求一个平衡，对，真的很平衡。我第一次看到。你得记得按用边面。哦，俊龙按多年嘞，你有做爸爸吗？做6面嘞。哇，6面黑嘛黑。6拜啦。6拜，做6拜。刚生也就要狗种的啊。摸不种。哇，6面。一个来一个摸。2干摸。好好。用甜银啊。等一下那个茶汤也要放吼。对，茶汤也会一点。哇，这个真的太香，我真的我要吃3片。
而且哈，师傅让懂天口，里面那个儿茶素应该也会让猪肉回春，会变很应该会让它嫩一点点吧。我看嫩。上色。哎，你可以想象吗？用特等奖的茶叶来做这个料理哦，太奢华了。7等奖嘅茶面一斤都要几多万起口哎。农夫的拱天街一团金牺牲班。你看这个少说也4万块啊。你刚刚东西放哪里？我去整理一下。你那个整理回去就可以换钱。哎，这边的可能有火吗？这边也差不多了哦。好。哇，那破火嘞，好香哦，而且这样也太美了吧！对，该地本又干嘛该？头麻豆酱、木醋、韩国白醋。哦，那这一道关系客家中洋是一道啊。对，这是你们的招牌菜吗？对。其实哦，还有一个关键，是不是调不会跟酥炸粉的比例也是它的关键？那个是该像是冲的哈，今天用素菜让酱扒附上去。秀姬，我很害怕你今天之后店要重新开张了。对啊，我现在觉得煮不容应该省啊欢喜，对，快乐啦。记得讲，你还是有动熟食嘅朋友，讲到在学的都记得会。哇，给半中留一些本来的哦。有。好，那我们来去倒数了啊！好，来，好的。天草马上来倒算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啦！风吹南吹，哪一组较厉害呢？哇，先来本期来一个正法。哇，太香了啦！哇，大家先浅尝一下，好不好？风水线来。好，蜜香红茶肉。我放在茶米呀，比较下生。副感啦，有的人敢吃，有的人唔敢吃。哦，所以地本就会嫩的茶香哎。这个肉质真里面都含很软嫩哎。佩玲有没有突然很钦佩自己？但你不要对，你不要嘟嘟嘟吼，好像还蛮厉害的。红卷吼，咱水阿姐阿哥，好吃。这都好吃。个头白有用过茶米来腌菜吗？冇，因为客家味道用红葱头比较多。哦，来啦，有葱。好，风水是推荐后来是蓝水的。好，含酸甜。安太地哦，唔惊饮食喽。我天哪，这鱼肉还非常嫩哎，很好吃。它这个酥炸皮哦，厚度嘟吼，那就外酥内软。你都懂嫩。哎，懂嫩，将来放翻轻度火。记得会咸、老酸、老甜，全部调到嘟吼，来评价一下。哦呦，好，加阿杨一发马上出来评分哦。紧张的都在师傅温柔的评分呢，先吃的先给分好不好？好，师傅你下呢风吹抢分数。满分，你下中中嘿8分，6加4，10分，10分，10全10美。好，来看一下蓝锤上好了，得到几多分？你们满分！哇，8分。嘿，8分。不过在做料理这部分，2组都是同样满分的。都黑金8分。尝一下麒麟师傅先公平。买那种讲茶餐这样子做是懂沾对味啦，茶餐入菜是真的很不好，懂唔好煮。真冇煮。因为你刚刚还看到你就泡茶汁来做料理，还做地讲啊，你一定好食。你可以用个茶泡去装啊，哈，做冇食。富。做冇食嘞。你用茶汁要晓泡哦，你唔晓泡的话。咩冇食咯，所以佢專門嘅嘛，佢冇食牛奶台，佢食茶米台。真嘅當好食，謝謝。係，而家鹹酸甜嗬，啲嘅建議啦，你可以白醋唔用，烏醋不用改些咧，那味道就會重一點點。你可以嘅啊嗬，來滷一啲啲鹽酒、鹽巴嘅，適度嘅米絲就唔會嘅所謂鹹鹹菜。哦，跟啲啲，唔過唔要撞到當針掉。你懂不？好，来看看一下阿师傅。哦，那个风吹料片呢，其个肉就煎过啦。虽然讲其个油脂有较多，不过用那个茶米个味道呢，做得捞起个味道做到中和，有一种去油解腻个效果。我又想到一个地方，做得捞那个茶梅，湿到那种酸酸甜甜，又做得捞那个肉汁呢，不给就都较软。对。跟妈妈民从带下动作啊。还有两关。还有两关。盘得来。蓝腿料片呢，是到这个料理正经系台饭店等级的，嘛有那个传统那个客家的风味。有一小小的建议做的，因为你刚才有炸个鱼片，
妈做点老大概甜椒啊，妈过揉一下嘞，哦，还有适当的看不会有点伤啊哟，那么懂我吃的哦，好感谢。谢谢。哇，当时有看到做的2岁到2厘部分都得到满分呢，特别讲哦，今日安尼实在动有好福气啦，成绩已经出来，马上出来颁奖喽！哇，有好教，有好料，有个有好食，还个有奖金奖品好在在意。成绩已经出来，风水呢得到10分，南水得到8分，先来恭喜风水得到3000元的加菜金。恭喜！哇，俊荣哥今年除了是养嘎子外，还多了一个算命家的这个头衔。哎，你有弟结果是亮线2分真的耶，算到嘟好哎。哎，被你算到准呢。筹备办没有完。我筹备。懵的。你会低咯？还在低。你们家周公有准哦。好，3号来了，恭喜下咱嘴2拜得到嘅奖品係720度内循环祝福丑组。哇！这很像是新婚夫妻才会得到的耶。再来就送入洞房喽。对啊。恭喜！真的。很欢喜哟！好，现在我刚谈一下俊宏哥，要不要参加新的老太下分享一下？来两位其实也讲大家交朋友，然后你投研的茶米，带到荧光幕前，哦，希望很多消费者，不管国产茶也好，你投研茶那边茶也好，台湾的茶真是以后，也什么制作单位本来老两个背后落每条机会，来两位老大家见面，谢谢。哇！那个太谦虚了，是 Andy 听有福气做的是都7点钟的碰碰茶。不敢。好，佩玲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可以啊。那这个得奖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觉得还蛮有趣的，而且这也是我跟哥哥第一次一起做菜。哇。对，就蛮特别的一个经验。说真的，哥哥从你小时候到大，他有没有很疼你？他其实还蛮照顾我。公公不会先吃了咯。有啊，有餐巾纸啊。哎，不是啊，是你先哭哎。对啊，不会先吃了咯。你有自己亲妹妹吗？没有，我最掉妹嘅。姑说你老给当做七个妹妹。对，错。他那拜啊，都在勾垒挑战。好，没问题。真的，我们是非垒欢迎参加各位勾垒。OK，好。对啊，你就以后也可以带男友来，在对面跟你一起 PK。你哥哥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没。好，恭喜！恭喜！风水哦，又翕过天人啦，所以看强条可能看惯嘞。但是我们蓝队的2位阿哥阿姐，听说这是人生第1摆上天喜。哇，感想係嘛解？讲健壮，唔对啊，讲乜解？下擺是為啲嚟係嗎？希望下擺很有機會來。是挺有啊，因為大家哦，家下世代下共同應然就講啊，班中10啦哦，人家有30粒吧，我跟你講分完了。我都没拿到，哦，下擺大家冇強容，下下都係美食本大家選，好冇？好，期待哦。好，謝謝。成為你 CP 參賽者，今日來到節目當中，本來你是都按讚的為料理，下一拜呢個分享你的哦，不管係講不看任何一個成員都歡迎帶轉來衝轉每個按鈕，好冇？係啊，除了下本自家自主咧，在動好嘅節目多多嘅推廣分享出去之外，最重要就係留下家家來報名吧。依家資助等等你 Q 下來要到 V 嘅主菜分享讓不開故事哦，下一拜再見，拜拜，講對了。恭喜阿哥！謝謝。